好在9月开学，天气又是真烧热，气象署是表示讲，这礼拜呢是爱特别来注意过头的落雷公雨，也是西北风的情形。也若拜六礼拜伫菲律宾东边海边呢，受一粒低气压，有机会会当成做风台。目前是当咧观察对台湾的影响。 9月开学，热热继续，但是气象署表示，未来这礼拜同款要注意高温，高温相乱的天气会阁继续几落天，而且对流旺是过头会落雷公雨的天气形态。大海北还有在中南部的内陆金山区，还是会35到36度的高温出现，整体来说还是蛮闷热的。那第二点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午后雷雨发展的话，就更加的活跃了，包括了山区，甚至是西半部地区，都容易有午后雷雨发展出来的可能。 当中并可能会伴随局部大雨的现象。气象署表示，未来这礼拜天气拢算稳定。另外，目前琉球东边海面有一粒热带低气压，拜三会慢慢往日本行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提醒最近有要去日本的民众要注意，也若菲律宾东边海面也有可能有一粒低气压的形成。 气象署表示，这条对台湾可能会造成影响。这个礼拜会开始有一些热带性低气压或台风发展出来，不过暂时不会接近台湾。但是周末到下周，在菲律宾东方会有另外一个低气压形成，届时要密切观察它的变化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这礼拜过昼出门要注意雷公雨，天气真热，嘛要补充水分，有风着伞。记者陈心彤、夏桂玲台北报道。